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主日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如同太阳穿越宇宙，经历黑暗，散发出光明的光，进入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经文，但是简单易懂，却不容易能够真正落实。愿圣灵帮助各位弟兄姐妹能够读得懂耶稣基督的心，也读得懂耶稣基督的教导。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主导文。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将这句话摆在你的生命当中，尊主为大，让神的圣名在你的生命当中如同太阳的阳光，经历了那么远的宇宙旅程，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穿越了时空。让我们首先来聆听神的话语。旧约的经文是在民数记第6章第27节，新约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第10节。让我们恭敬来领受神的话语。民数记第6章第27节，神的话语这么说：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你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身为教会的仆人、长职，甚至身为孩子的父母，我们有一个属天的责任，就是将耶和华的名彰显在天地当中，将耶和华的名彰显在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当中。然后我跟我的孩子，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将要领受这一个耶和华的名字所带来的一切的祝福。第二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这是主导文的开始。神的话语这么说，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主导文记载在2个地方，第一个是马太福音第6章，第二个是在路加福音第9章。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凡是基督徒都会背诵，凡是基督徒都耳熟能详。但是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是不是经历到这3句话的一个深深的一个祝福。我称这一段的经文称之为三圣愿。那它最重要的精神在于第一句话说：愿你的名为圣。这是贯穿旧约新约很重要，上帝的名，耶和华的名。许多在旧约里面，上帝的属性都跟他的名字结合在一起。比如说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为我预备。所以神的名是应当被称颂，从亘古到永远，因为他的名是带有智慧与能力。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学习一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道理，从我们的内心当中散发出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教导，圣经经文的3个神圣的盼望，3个神圣的愿望，我称之为三圣愿。第一个，愿神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圣。我不晓得刚刚各位弟兄姐妹在聆听这个经文的朗读的时候，圣灵带给你什么样的触摸跟感动？这几句话有哪一个字是深深的影响各位弟兄姐妹？盼望今天在主日的分享当中，能够唤起各位弟兄姐妹重新能够深化我们的生命，用神的话语来深造，来深植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三圣愿是主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的三个盼望。他不是先求自己的日用的饮食，反而是将神的国度摆上。如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6章结束的时候说：你们当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你们当先求天父的国度与他的义，然后其他的一切将为你们而预备。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的生命当中，今天的主日，我们聆听神的应许跟耶稣基督的应许，这是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它的精髓。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这段的经文，因为这3个三圣愿必然会深深的影响我们的生命。随随便便的朗读，随随便便的不在意这个经文的一个提醒，我们的生命当中将失之交臂，我们将错失这个福音对我们生命所带来的尊荣，一个尊贵。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说：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属于你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将这3愿成为我们灵命的3个根基。我们的灵命需要一个3个立足点，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立足点。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迈向生命的旅途。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进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将因为神而被分别为圣。我们的生命也将神的名，因为神的神圣的名字，我们也将必分别为圣。愿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记得，不只是我们个人领受，神差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传福音。传福音的最重要的一个精髓，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神的圣名来安置在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所以在台语的圣经，它翻译成为说：安妮，你们就是如此，你们要奉我的名，要用我的名字放在以色列人的头上。奉主的名，这个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叫做顺，这个字本身有放置、安置、设立的意思，就是将神的名设立成为一个记号，一个可听、可见、可了解的神的名字，将成为一个人他的信仰的一个图像。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首先我们领受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按手在我们自己的心坎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心房上做一个祷告，我们跟神呼求说：主啊，愿你荣耀的圣名、神圣圣洁的名能够升值在我的灵跟魂的当中，进入到我的灵魂。我要将神你荣耀的名字来摆在我生命当中的首位，我要将神的名字摆在我的心思意念上的首位。就如同大卫说：敬畏耶和华在我的面前，我要摆设神的名，我要敬奉耶和华在我的内心跟我的情绪跟我的思想。愿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圣灵对你讲话，也因为今天我们回应了圣灵的感动，愿你从今天直到永远，你的生命就要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你我的生命将享受到神的荣耀当中。我们进入到一个奇妙的国度，我们领受了一个生命的应许，神在我们的生命上就有他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3个属灵的操练。第一个就是记得一生一世，天天时时刻刻将神的名字摆在我们生命上的首位。愿主的名为圣，这个字本身最重要的精神跟信仰的信念是谈到的敬畏。愿你的名为圣的意思，就是神你的名字还在我的生命当中每一个角落都被敬畏。在我的生命当中，不论是年轻中年跟老年，一生一世，我们的家庭世世代代将因为你的名字，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心里我们就肃然的起敬，产生了一个敬畏的心。所以愿神的名为圣，愿高举神的名。其实他最重要的精神，属灵的精神就是敬畏上帝。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同心说：哈利路亚！主啊，我要高举你的名，我要将你的名摆在我的家族，摆在我的生命当中最神圣的一个地位，让我的孩子知道，我们的家族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参考用的，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包装的，不是一个包装纸。这个信仰对我们的家族来讲，是一个非常荣耀神圣的一个应许。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将上帝的圣名升值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将耶和华这3个字，将耶和华是我们永生的神，我们就放在我们的孩子的脑海里面。这一粒真理的种子，就如同耶稣基督说：天国的种子洒落在，必然要洒落在好土上。各位弟兄姐妹，松绑你的孩子的心思意念，让你的孩子能够领受神的话语，升值在他的生命当中。就如同在圣经当中有3个很重要的人，他们很懂得如何高举着神的名，如何让神的名圣名在他的生命当中当家做主。
首先，我将玛利亚的这个震撼世界的一句话，她说：“我心尊主为大。”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生命将因着我的耶和华的神的名，我也得到这个尊荣跟生命的一个应许跟奥秘。各位弟兄姐妹，玛利亚因为尊敬神的应许、神的计划，顺服谦卑，他讲出了一个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宣告：我心尊主为大。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要为尊荣为大的人，这个叫做居首位的态度。居首位的态度就是谦卑顺服跟敞开心胸。第二个，但以理在他的但以理书第2章第20节，但以理说，在天上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多么美丽的一句话！3000年来、4000年来，神的名字一直运行在他的子民当中，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世世代代的今天的全世界的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台湾的宗教信仰的论坛对话当中，经常出现一种的对话。他说，信仰任何宗教都是好，都是一样的，因为凡是宗教，它只是劝人为善。各位弟兄姐妹，宗教不一样我们必须要跟我们周围的人辩论，因为每个人的体会跟经验是不一样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孩子、门徒跟上帝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耶和华这个名字本身带着耶和华的属性。因为耶和华的孩子问摩西说：“你的神，我们的神，他的名字叫什么？那差遣你来的是谁呢？”上帝跟他说：“你就跟他说，我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上帝的名字本身就是他一切的属性，所以耶和华这个字在希腊文叫做阿尔法到欧米伽，从阿尔法到欧米伽，这个意思就是没有起头，没有结束，我是创始者，我是终末者，我是世界的起头，宇宙的起头，也是世界末日、世界的尽头的那个掌权的主。各位弟兄姐妹，上帝谈到他的属性，他不是被创造的，他不是被想象的，他是自然而然这个宇宙的创始者。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敬拜的神，他的名字何其的奇妙！耶和华拉法，耶和华他惊奇，耶和华以勒。各位弟兄姐妹，耶和华的属性带到了他的作为，他就产生了人对他的一个告白。愿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很简单的就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我们所敬拜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们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缘起。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有许多充满了那种谦卑的祷告。我很喜欢诗篇第16篇，跟许多的基督徒一样，跟许多的历代的上帝的子民敬畏神。诗篇16篇称之为大卫的金篇像黄金一样宝贵的金诗篇。在他第6节他这么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敬奉耶和华在我的面前，他在我的右边，我就必不摇动。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通过这些经文的解读，能够帮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说：你们当如此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将神的名字摆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不论的任何时刻、任何情境、任何的境遇，我们还遇到我们的所遇到的生老病死这些情境，我们都思想到上帝是一个掌管我生命的神，他的名字就在我的生命当中产生了一个作为跟带领。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学习到上帝的心思意念、上帝的计划跟上帝的本质。所以在申命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确的、正义的、良善的事情。这是一个神的孩子学习真理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各位弟兄姐妹，不只是在犹太人的申命记当中，在新约里面也谈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必须要像他一样的全能。耶和华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我们必须像他一样的干净圣洁。各位弟兄姐妹，将神的名字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心里面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种敬畏。古人说，
抬头3尺有神明，但为讲亚头3尺有神明。当你仰望天上的日月星空的时候，你就会忽然的问说：掌管这个天地当中的是谁呢？必然是有一个伟大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神的面前，我们必须用他的眼睛来看世界，用他的心思意念来思想。所以在是保罗的他的罗马书里面，他谈到了圣经的基要真理。罗马书谈到的就是福音的真理。在12章的第1节、第2到第3节，有2个字非常的吸引人的目光的焦距。他讲：你们当献为活祭，这是理所当然，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服事。各位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理所当然呢？保罗谈到生命将因着神的名字，我们就过一种属天的，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合乎圣经教导的原则。理所当然这个字在希腊文圣经里面叫做 eulogia，eulogia 就是一个好的属灵的原则。logia 这个字的字根叫做 logos， 在圣经里面被翻译成为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道。好的话语，那整个简单来讲，保罗说：你们敬拜这一个看不见的神，他是一个灵，必须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他，这是耶稣的教导。他说理所当然的服事，理所当然的敬拜。我们的一生当中必须有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这个理不是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保罗说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合乎圣经的属灵的原则。他原本的字就是这么说，只有一个字，理所当然只有一个字，叫做 eulogia， 就是合乎 logos， 合乎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后来他谈到人要通过这些话语认识自己，不看轻自己，不自卑，不骄傲，不太过于高举自己，恰恰刚刚的好，要看自己的有多少的分量。他说合乎中道，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自我的图像，对自己的认知，因为圣经，因为圣灵，因为上帝的荣耀，人就认识了自己的事情。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懂得神的存在的一个新约的门徒。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通过神的眼中来看世界，如同申命记说，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如果我们通过耶和华眼睛，当神将他的名字放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当神的名字将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我们凡事就有圣洁的思考模式。神将他的名字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神将他的名字放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尊主名为圣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愿我们在今天的主日信息当中得到改变。如果你已经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懂得高举我们的上主耶和华的人，我相信你的生活一定不敢随便。哪怕是你的生活的吃喝玩乐，哪怕是你的心思意念，哪怕是你在公众的人际关系的交往，说话也好，睡觉也好，心思意念有不当的心思意念，我们必然奉主耶稣的名斥责。所以犹太人才会在他们旧约的五经当中学到，不滥称神的名，不妄称主名。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自称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不妄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必然就要学习一个不妥协、不打折不扭曲耶和华的教导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如果我们心中真的有神，如果我们心中真有上帝的存在，我们就必然不应该随随便便。各位弟兄姐妹，愿你在神的面前，没有神的监督，你也仍然是敬畏神；有神的存在，你更是这么样的敬畏神。在人前人后，各位弟兄姐妹，记得我们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赎回的孩子，记得我们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流血牺牲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贵价的昂贵的代价所赎回的。不要再将我们的耶稣基督再一次钉在十字架上。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生一世告诫我们的孩子说，不要让神的名字在我们的身上羞愧，不要让神的名字在我们的教会羞愧，不要让神的名字在我们的家族里面羞愧。我们凡是有跌倒的，我们就彼此遮盖，互相扶持。
跌倒了以后，我们同心协力的悔改重生。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让神的名字，不要让神掉眼泪，不要让神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上被羞辱。哎呀，信基督徒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是这样子，那我干脆不要信耶稣好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的邻居说不要去信耶稣，因为信耶稣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求主怜悯，不要让我们的上帝的名字羞愧，也愿我们的生生世世我们的后代，他能够因着神的名字而能够得着荣耀。第二个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思考的、祷告的，就是怎么样奉主耶稣的让主的名成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一种成圣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决志说：主啊，你为我而死，我愿意为你而活。如今活在我里面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这就是神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做主，我们就带着耶稣基督的记号，我们的额头就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基督徒。我们的内心、我们的 DNA、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的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面前分别为圣，归于耶和华。旧约摩西五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分别为圣。出生的出手之国，出生的头胎跟第一个长男，所以许多有分别为圣的规矩。各位弟兄姐妹，不只是一个长男出生的牲畜，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分别为圣，有所为有所不为。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做这个祷告，三圣愿。愿你的名为圣。各位弟兄姐妹，不是为别人祷告，不是为别人宣告。主祷文其实首先是必须进入到每一个个人的个体、个人的生命，然后才会散发出来他所生存的所有世界的周围。所以这个主祷文必须用第一人称来祷告。我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我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还你的名，还我的家族，还我所有的一切事业，我的婚姻，我的将来，我的前途，都是属于你的。各位弟兄姐妹，一张支票如果没有签名跟盖印，那一张支票是空白支票。各位弟兄姐妹，凡是艺术家，他创造了伟大的作品的时候，他经常会留在那一幅画或那个雕像下面，他会署上了一个名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伟大的作品。上帝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上帝将他的名字耶和华之子，叫做天国之子，就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三圣愿的主导文的祷告必须用第一人称来开始，从我们的内心，这个世界的改变从我们开始。所以第二个祷告说：愿你的国度降临。当神的国度降临在你的生命，就被翻转。当神的国度进到你的生命，你的生命的国度里面就没有苦毒，就没有黑暗的权势，我们就得释放得自由，我们就行在真理当中，我们就明白了神的话语的奥秘，我们就领受了这个国度所带来的那个身份跟权柄跟地位。在全世界旅游都必须带着护照，这个护照都是你的国度所发给你的。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世界上不只是旅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征战，我们在这世界上为神征战作为，我们带的是一个天国的身份证。愿神的名，愿神的国度，愿神的旨意与你同在。所以这个第一人称的祷告最后是：愿你的旨意成全。成全在哪里？在我的生命当中，如同在天上。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为你一生当中的生涯规划祷告呢？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第一个祷告三圣愿，第三个愿就是愿神的旨意在我的生命上得以成全。各位弟兄姐妹，你教导你的孩子，你教育你的孩子，你扶持你的孩子，给他再多的财产，不如给他这三圣愿，让他的一生当中为神呢挺身而出，为神的国度而努力带着神的应许跟计划，让他在从小就明白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个美丽的计划，这个叫做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得以成全。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的主日的信息当中记得，将来不只是用我们的声音，用的语言来祷告，而是用我们的灵来祷告，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心思意念，用我们的所有的情感来祷告。因为主耶稣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竟然都能够进天国。
因为有一些基督徒只会空口说白话，少数的基督徒，他们称主啊主啊，讲得多好听，但是在内心当中并不尽然是敬畏神的。各位弟兄姐妹，三生愿不是用口讲的，是用灵讲的，是用我们的生命讲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我尊你的名，从我开始。愿神的国度降临在我的生命当中，如同在天上。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家族，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如同他在千秋万世当中所成就的一切美丽的事情。愿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领受一个深深感动我们的祷告。在这个地方我稍微停一段小段的时间，各位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就按着我们的心口祷告说，主啊，这3句话要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改变我的情绪，改变我的性情，改变我的意念。各位弟兄姐妹，当你按手祷告的时候，这一个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运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必然得到大能。各位弟兄姐妹，eulogia，上帝的话语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一个好的灵，圣灵就进到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等我们用耶稣救我们的时候，这个灵就救我们脱离那个恐惧跟不安。让我们在今天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按在心口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跟耶稣说，主耶稣基督，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今生今世，主耶稣，今生今世我要为你而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因为我的名字已经全然的属于耶和华，我的名字已经全然的属于上主我的神，也属于我的亲密的朋友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在今天的第2个祷告，我们跟神求说，这一个是一个成圣的祷告，让我的生命不再是一个软弱，让我长大成人，让我的性情得以改变。我要如同保罗在他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祷告如今我既然长大成人，就不像小孩子的事。我做孩子的时候，心思意念，我的性情说话就很幼稚。如今既然长大成人，就丢弃了孩子的事情，丢弃了孩子的思维，丢弃了孩子那种软弱的情绪。各位弟兄姐妹，让神的性情来转化我们的性格、品性、灵性、品格。在今天的这主日的信息当中，第2个祷告就是主耶稣基督，求你救我，提升我到你的国度，如同在十字架旁边那一个盗匪，他曾经跟耶稣基督忏悔说，当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跟耶稣基督呼求说，主耶稣，求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让你的性情来转化我的性情，让我的心思意念得以改变。耶稣就会用这一段曾经通过使徒约翰所记载的圣灵所传递的耶稣基督的话语，他说，得胜的人我必叫他做我圣殿的柱子。多么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将成为天上的圣城，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圣殿里面的每一颗柱子，有12根柱子，12个得胜的使徒。各位弟兄姐妹，你我都有这个机会，成为神圣殿里面为神而挺立的柱子。主耶稣基督说，我必将上帝天父的名字跟天上的圣城新的耶路撒冷这个名字，以及我的名字，羔羊救赎主，就写在他的上面。今天的经文为我们宣读，今天的应许进到还聆听又谦卑应许说，主啊，我需要你的人。愿这个应许，神用他的指头就将他的大名就写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成为他伟大的作品。我们不论何去何从，别人就在我们的身上看到那个签名，哇，这个伟大的作品就是来自于他的创造者，他是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在今天的被命名，在这个祷告当中，跟神忏悔，跟神羞愧的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跟不知，我们在神的面前忏悔我们的无知跟骄傲，神就重新赐给我们一个名字。我很喜欢这一个在一个名句的一个quote， 就是引言的里面，我很喜欢这一段的英文所写的。他说，让我里面的这个幼稚的小孩子能够得到一个新的名字，那个名字叫做品格，那个名字叫做灵性。各位弟兄姐妹，
神将一个新的名字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叫做圣洁，叫做荣耀，叫做良善。各位弟兄姐妹，叫做圣灵的果子，也叫做以赛亚书里面第11章第2节。以赛亚书11章第2节，神将7个名字写在那个里面。第一个，耶和华的灵；第二个，智慧的灵；第三个是聪明的灵；第四个是谋略的灵；第五个是一个能力的灵；第六个是一个知识的灵；第七是敬畏耶和华的灵。神将他的名字就写在上面。愿耶和华的灵进到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的祷告、成圣的祷告当中，主耶稣用他复活的灵抬举我们，提高我们。在今天的主日信息当中，圣灵对我们讲话，他就必将这个能力赐给我们，改变我们的内心思想。我们的内心不再是一个不好的态度。有些人的命运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态度不对，我们称之为他的内心里面有太多负面的思想，太多负面的态度。如果你曾经是一个这么样的苦毒的人，你愿不愿意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按着你的心王祷告说：主啊，我被负面的思想所缠累太久了，主啊，我在你的面前将这个负面的思想掏出来，我不要这些垃圾。主啊，我将我内里面的这些不好的负面的思想自卑感也好，一个苦毒也好，一个经常容易生气，容易被羞辱，容易受伤，这种软弱，主啊，我将这些软弱的负面思想掏出来，我将这个内在的孩子带到你的面前，我将我内在的灵带到你的圣殿。耶和华，求你为这个孩子重新命名，他称我为基督徒，光明之子。天上所有的一切的权柄就加给我力量，我就凡事都能。主耶稣基督提升我们的生命，所以愿我们在神的面前舍弃小孩子时候的那种幼稚跟软弱。我们记得保罗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我的话语，我的心思意念像孩子，既然长大成人，就丢弃了孩子幼稚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因为真理，你愿不愿意耶稣基督的话语，你愿不愿意神的圣灵将这些神的话语转化为一个生命的大能，运行在你生命当中？我们跟神说，我不再做一个吃奶的基督徒，我要成为一个练达熟练一个基督徒，长大成人。愿主的灵帮助我，在神的面前，我公然的矗立在神的施恩宝座前，我高唱圣哉圣哉圣哉。各位弟兄姐妹，哪怕是我们不需要站在面前，不知道为神向神应许什么样，我们能够公然的谦卑恭敬的站在神的面前，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神就开始做生命的改造的工作。当我们安静的站在神的面前，肃然起敬的，我们默然的看着那个至高神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就穿越了那黑暗的宇宙，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如同阳光从宇宙的尽头太阳的那一边用光的速度行到了地球，穿越了黑暗的宇宙，进入到大气层，进入到我们的灵跟魂。我们的魂就如同大气层的空气，没有这个魂，没有这个情绪，没有这个欲望，有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上帝的光的可贵。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凝视的、专心的注目在我们的神，敬望耶和华，将神摆在我们的内心。愿神的慈爱、神的光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跟神说：神啊，你是全能的，你是圣洁的，你是完全的。愿我在你的面前得着完全。我是不配，我是不完全，我是没有能力。但是神，如果你呼召我站立在你的面前，愿你装备我，如同你装备那个摩西。一个年迈80岁的摩西站在你的面前，在西乃山上，在那个燃烧的荆棘面前，他向你降服。神你就赐给他荣耀的40年，让他面对的法老的帝国，让他带了那些子民被捆绑的你的孩子们，远离的埃及为奴之日，进入到迦南美地应许之处。各位弟兄姐妹，愿神带领我们脱离那个为奴之日，用真理
用他的大能使我们全然成圣。这个是第二个祷告，成圣的祷告。愿神的话语跟圣灵的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得到圣灵的果效。在这个以赛亚书第11章第2节，这里面谈到了6种果效。当上帝的灵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智慧、聪明、磨练、能力、知识跟敬畏，敬畏神的心。这6个就好像在新约里面所记在加拉太书里面圣灵的9个果子。各位弟兄姐妹，圣灵临在的时候，就必须结出生命的果子。圣灵临在的那个地方，人就不被迷惑，人就不会被诱导去行黑暗之事。我们就得到智慧、聪明、磨练能力、知识跟敬畏神。愿神的灵与各位弟兄姐妹同在。最后，我也要呼召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孩子是上帝所赏赐给你的产业。你在教会里面承受了呼召，你在教会里面承受了服事的职分的时候，不要看清神所交给你的小羊。如果你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你要为孩子按手祷告，你要为孩子做一个将神的名字为他祷告，说愿耶和华的名就写在你的身上。就如同上个礼拜我们领受了古老的亚伦的祷告，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你平安，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福给你。各位弟兄姐妹，你要为孩子这么样的祷告，如同亚伦：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你平安，愿耶和华向你扬脸。神用那个遗弃的眼光转回来，用一个接纳跟怜悯，你要为孩子宣告说：神的脸看你，赐福给你。各位弟兄姐妹，神的恩典首先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拥有了这个种子，就有恩典的种子，我们就洒落在孩子跟你的家族的里面。愿上帝使用你，成为你的家族的得救的记号，恩典的记号。你将神的名字就写在你的家族的里面，让一切黑暗的权势就离开你。所以我们学着民数记里面神给以色列人的祷告：你要奉我的名为你的身边的弟兄姐妹祝福，你要奉我的名为你的身边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也必将这个恩典也赐给你。各位弟兄姐妹，记得为你的孩子祷告。神让我们生而为父母的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属天的责任，就是将上帝的名字交给你。各位弟兄姐妹，这种的过程跟教育不能够单靠你的言语，各位弟兄姐妹，必须用你的灵跟你的行为品格。爱不能够用言语教的，爱是被感动跟经历的。所以当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认识跟敬畏神，我们首先必须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父母，真真实实的。因为我们的孩子虽然或许他们还小，但是他们懂得我们爸爸妈妈讲的话是真的或假的。孩子本身，上帝给他出生的时候就有那种智慧，他有观察的能力，他知道他的爸爸妈妈现在讲的这句话是真的，或者是一个生气的话语，或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愿你手上有权柄，将耶和华的名字就写在你的孩子的内心，写在他的额头。你如果不敢或者不配，不妄称神的名字，不敢将耶稣2个字、耶和华3个字写在你孩子的头上，你可以跟他画一个十字架。你说愿神祝福你。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主日的信息当中学习耶稣基督将神的名字放在他的门徒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我的教会昨天来了一个客人，很特别的一个客人，他99岁从美国Washington DC 回来的。他的外祖父曾经在我的教会，我们这个竹堂教会担任竹堂教会的第一个传道人。他的祖父的名字叫做陈本来。他的亲人打电话跟我联络说，我们想要回到我的阿祖、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的服侍过的教会，你能不能接待我们？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充满了许多的感谢，因为陈本来这个传道人不只是在这个教会曾经服侍过，他也将神的生命
留下来给他的孩子。因为这一个传道人在离开竹堂教会的第2年，隔年他就蒙主恩召离开世界了。所以我们没有留下太多他的资料、相片跟这些东西，但是从他的孩子、孙子跟曾孙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一个家族的信仰是活的，是有果效的。我讲这个故事要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愿神的名字在你的家族当中产生果效，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族当中活到永永远远。耶和华的名字配得赞美，从亘古到永远，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同心来领受跟祷告。上主耶和华，我们何其荣幸能够敬畏你，是你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你差遣了许多的宣教师来到台湾，将这个福音的光、福音的门为我们敞开，让我们得以认识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耶和华上主，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在我的家族，在这个教会，在全世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